第21章，耶稣甲学生将军耶路撒冷到伯法其，伫迦拿山迄位，耶稣就找2个学生，对因讲：恁去对面的乡舍，的确看见一只驴绑伫遐，阁有驴仔囝甲伊伫一位。恁透开牵到我遮来，若有人对恁讲什么，恁就讲主要用的。迄个人的确连边互恁牵来。这个事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讲，就对锡安的居民讲：看，恁的王来到你遮，是温柔的，阁骑驴，就是骑着驴仔囝。学生就照耶稣吩咐的去行，牵牛甲驴仔囝来，将家己的衫搭伫顶面，耶稣就骑上。众人大半将衫铺伫路顶，也有人错落树枝来铺伫路顶。前行后退的众人喊着讲：好山啊！规伫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，是应该着学乐。悬悬在上，好山啊！耶稣入耶路撒冷，规城拢惊动了，讲：这是一位。众人讲：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耶稣入上帝的殿，赶出殿内一切做买卖的人，塞到换银钱的人的倒，甲卖钱仔的人的意，对因讲：圣经顶记着讲，我的殿的确称作基督的殿，恁反转互伊诚做贼收啦！伫殿内有青面的、摆骹的，到耶稣面前，伊就医好因。祭司长甲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阁看见细汉囡仔伫殿内喊着讲：好山啊！规伫大卫的子孙，就真受气，对因讲：这个人所讲的，恁听见吗？耶稣讲：是。圣经顶讲，恁对囡仔甲食年的喙中完全学乐的话，恁无读过吗？对安尼离开因，出城到伯大尼去，伫遐住宿。早起倒转去城的时阵，伊枵啦，看见路边有一丛无花果树，就行到面前，伫树顶找袂着什么，不过有叶，就对树讲：对担以后，你永无结果子。迄个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啦。学生看见，就稀奇讲：无花果树怎样立刻枯干呢？耶稣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有信心，无骄疑，毋但若会行无花果树顶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讲：你甩开离开这个所在，歇伫海里，也的确成就。恁祈祷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的确得着。耶稣入殿，拄教示人的时阵，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来问伊讲：你靠什么权柄做这个事？互你这个权柄的是一罪？耶稣因讲：我也要问恁一句话，恁若甲我讲，我就甲恁讲，我靠什么权柄做这个事？
约翰的洗礼是对倒落来的？是对天顶来的？是对人间来的呢？因彼此议论讲，咱若讲对天顶来，伊的确对咱讲，安尼恁为什么毋信伊呢？若讲对人间来，咱搁惊百姓，因为因拢掠约翰做先知。对安尼，因耶稣讲，阮毋知。耶稣讲，我也毋甲恁讲，我靠什么权柄做这个事。搁讲，一个人有两个囝，伊来对大囝讲，我的囝，今仔日到葡萄园内去做工。伊应讲，我毋去。以后家己懊悔就去了。搁来对细囝讲，也是安尼讲。伊应讲，爸啊，我去，却无去。恁想这两个囝，倒落一个遵行老爸的命令呢？因讲大囝，耶稣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细利甲娼妓，反倒比恁大先入上帝的国。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恁遮来，恁却毋信的；细利甲娼妓反倒信的。恁看见啦，后来犹是无懊悔去信的。恁搁听一个譬如，有一个家主栽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内面掘一个鸭酒池，起一座楼，租互园户，就去外国。收果子的时阵，就找萝卜到园户迄位去收果子。园户掠萝卜，拍一个，抬一个，用石头钉死一个。主人搁找别个萝卜去，比大先较多。园户犹是照样款待因。后来找伊的囝到因遐去，意思讲，因的确尊敬我的囝，无拍算。园户看见伊的囝，就大家讲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咱抬伊，占伊的产业。因就掠伊，杀出葡萄园外，抬。园主来的时阵，要怎样处置这个园户呢？因讲，要下毒手，除灭遐个歹人，将葡萄园另外租互遐个照时阵交果子的园户。耶稣讲，圣经写讲，师傅所弃杀的石头，已经做触角的头一块石，这是主所做，伫阮的目睭中看做稀奇。这个圣经恁无读过吗？所以我甲恁讲，上帝的国的确对恁抢去，赐互遐个为结果子的百姓。一嘴拔伫这石头顶，的确要拔喙。这个石头落伫一嘴的身顶，就将一嘴炸到稀烂。这时长甲法利赛人听见伊的譬如，就看出伊是指着因讲的。因想要掠伊，只是惊众人，因为众人掠伊做先知。